在在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营营的习惯着爱改，打拼的人，甲无永远徛在在，名声若无才有空，今日招牌，路是自己行出来，实实在在继续搁拼看卖。惯着爱改，打拼的人，甲无永远徛在在，名声若好才有空，今日招牌。将军小姐，你是何人？甲当本将军咯？请将军信哦，在下是长州知府的师爷，知府大人知影将军要爱再进来长州，特别在下前来引导。既然是安尼，叫你坐咯。是，请将军洗头。洗头？只有是往我面去，谁来洗头？将军，你有所不知啦，知府的后门是伫这边啦。安尼不但会当将财银直接送去仓库，而且嘛会当避免引起盗贼的注意。这嘛是知府大人命在下前来接应将军的原因。保持上书，皇上啊，地主专程要来甲你请啊！啊，唔敢，皇上，你看这桶面汤水。保持上书，这桶水，人讲水火真无情，上生上克好奇景。双脚落水是洗袂停啊，人心不动心有情。上书句句是玄机，我却暗暗去怀疑，敢讲语中有指示，要我开破五玄机呀，五玄机。保持上书，嘿嘿嘿，皇上啊，你看，安尼有清气无？啊，你看我脚要创啊？你毋是讲叫我甲你看有清气无？无啦，毋是看脚啦，我是咧讲吼，我脚落去洗水，啊，你看这水安尼洗了有清气无啦？嗨，世间是水伫咧洗骹，哪有人骹伫咧洗水？上书之言，有违常理。嗨，皇上啊，常理吼是咱家己看我安怎去做法啦，啊是世俗人的解说啦。其实吼，是毋是你为着沧州做水灾的代志咧烦恼？上书拢知影，要若安尼，你毋就知影讲我是为着什么而来？哎呦，皇上，身为一国之君，啊，沧州做水灾，当然你的烦恼，是毋是要问我安怎解决？正是，请保持上书开始。皇上啊，你要问我以前，你心内早就准备讲要安怎做啊？什么代志确实有影拢无法度瞒过保持上书。这次听讲沧州水灾，而且赈灾库银搁再被劫，所以我真袂放心。我想要亲身来到沧州一转。皇上啊，迄安尼刚好，你即马是皇上呢，啊，你若离开朝廷，朝内国家大事，唔要叫啥物人烦恼啊？这个代志我早已经发就好了。内有伊灵光坐定，外者为心欲分书。你安排安尼是真好啦，但是吼，会当卖去是卖去好啦。我知影保持上书，你是为着我的安危，但是你也知影，我登基无偌久，就发生天灾人祸，势必会引起百姓人心惶惶。所以，我若无论安怎，一定爱来去沧州一转。你讲的我拢知啦，啊吼，保持上书，敢讲你有啥物难言之隐吗？因果，要闪嘛，无得闪啦。嘿嘿，是讲吼，皇上如果若讲要去，上好吼是打扮备身。要若安尼讲，毋就保持上书答应啦。哎呦，我老岁想无答应，敢会用呢啦？我敢会使逆天呢？但是皇上啊，
去到遐吼，凡事爱细致，爱斟酌。地主知影，我即时来去准备赶往沧州。放松放松。啊，外苦，为着这条代志吼，我看我免想要清闲啊啦。老爷，哎呀啦！什么代志害啊？但上少代志。阿哥，你交代代志我已经拢办好啊。也毋过我感觉，好啦好，我知啦，办好就好啊。阿哥，代志拢照计划进行甲真顺序，你是搁咧烦恼啥？本来我是咧想讲，这回代志若办成功了后，我就要手下随手。想袂到啊，代志啊愈来愈复杂。代志是安尼，我有这个惊社来回甲传书，伊讲皇上为了沧州灾民被逮的代志，已经打扮做百姓对咱家来。啥？有这款代志啊？看起来这情形对咱是真不利，也毋过只要若是干涉咱计划的人，一定要将伊解决。袂哪会当遐尼简单？对方是一国之君，咱绝对袂用冲动的。阿爹，阿娘，听我啦。阿爹，阿爹，你来一直共看咧。我有一个真好的办法。你有什么好办法？听讲萧晓大某含中国来死咗真亲像，所以我有一个真好的计划。我来讲。你是什么人？我什么人你免知影，路我开，树我栽，你要过这条山路，一定要买路财。哼！原来你是一个山楂储备，我就甲你送官严办。唔知死我，讲明我是一个挑刺。好啊，你的介绍，我今仔日要你先收得。皇上，停一下，你要安怎甲我解释？即摆你咧做山菜？无啦，什么我咧做山楂，凭我是啥物地位？我今仔日是想讲吼，你要去沧州，一定足危险的，你一定爱我甲你保护。所以我今仔日吼，练得真功夫要试互你看卖哩啦。哼！连你家己都无法度保护你家己啊！你是要安怎来保护我？无啦，啊无咱伫外口吼，莫叫皇上，叫表兄。我只要甲你下令，你这是回宫去，若无我就甲你定罪。皇上，皇上，哎呦，气死人唔知安尼，我无甲你去吼，你一定足危险的啦，你一定爱我保护啦。啊，你要叫我转去，啊，我要安怎？哎呦，定真的啊！我这小叔，你来啊！哎呦，哎呦啦，安怎啦？真搞唔知安尼，你看咧，你这够够噶，我有需要你的时阵，拢还袂甲你叫你就出现啊。我定定互你卡床后咧教你。我啦，有时买学落去。有。我今日到时办。安怎啦？我这皇上真无意思的呢。吼，我要去沧州啦。啊，沧州你会啥危险呢？对，啊，工夫一定我足好的嘛。啊，我才要甲伊保护去，伊无我保护，伊讲哦，来，你回宫。哎，你呢？使我叫倒来，甲开始者，甲歹呀。这是安尼啦吼，去沧州吼，实在是危险啦，嘛需要人甲斗三工啦。对啦。啊，若讲叫我搁叫伊转来开始，我看唔免啦，免遐功夫啦。唔得啦，老师傅啊，啊，免遐功夫要安怎？啊，我爱去呢。是啊。啊，伊无去啊。系啊。啊，我爱回宫呢。系啊。啊，回宫，啊，我无去，我若无转控制呢。哎呦，定真的啊！讲你定真一点仔都无定真，头壳嘛安尼小转一下，皇上叫你回宫对不对？啊，伊也无讲叫你转去，啊，袂使出来啊啦。老师傅啊，哎呦，啊，我跟你讲讲，吼，啊，你头脑搁遮清醒，好，若骗你一句话，你一定会交百里的。啊，你我来等我去，而且我无用，再见，皇上，小等下吼。唉，因果，有因必有果。各位乡亲，我看恁大家真了，来，我这大牛弄互恁食。
潮州的百姓确实真可怜。啊，讲是讲准爱讲人，爱名声若好，才有予因的招牌。阿美，无可能，阿美早就去互禅师收去啊，哪有可能是伊？也毋过我拄则看的，明明伊就是阿美，我毋对，阿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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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丁姐嘞，嘿，哪会是你？啊是我都对。哎呦，表兄啊，人还袂嫁人呢，啊你够无意思，伫这个光天化日的所在，啊你我你扭扭勒勒，哎呦，啊我要哪做人？丁姐嘞，你考猪罪吗？什么地罪？哼，笑死人遮呢！啊，我到底是犯什么罪？我叫你回宫，你不但无倒转去，一路对我来到这个沧州，安尼你就是抗旨。啊，我哪有控制？啊，你叫我回宫，啊，但是你也无交代讲，我回宫了后，便佫再出来啊。你，哎呀，你是在强词夺理。对啦，你拄则有看到虚伪无？虚伪啊！表兄啊，吼，啊你毋拢袂记啊？啊虚伪就往生啊！也若安尼讲，这一切毋着幻境。啊好啊啦，你免搁骗啊啦！你啊讲来讲去哦，拢离袂开虚伪就对啦。你即马吼爱我到这个沧州甲你斗骹手，哼！我拍死都唔答应你啊啦！哎，丁真诶，你小等一下啦，你嘛听我讲。啊，免搁再讲啊啦！你是一个负心人啦，我无安怎吼，即个倒转要甲我小命讲就死啊啦！丁真诶，你莫遐匆忙啦，这其中一定有咱唔知影的原因。我拜托你留落来，含我斗阵来去调查。调查？吼！你即摆会救我吼？你救我偏偏都唔嘞！哎，丁真诶，你，哎呀！啊你，虚伪！你，啊，哎，丁真诶，你是安怎？发生什么代志啦？我看到，你看到什么？讲出来啊！我看到虚伪啦！哈，虚伪伫倒位？对啊，对去！哎呀，你哪无较早讲？阿美，哎，是的，哎呦，气死人家咧！吼，讲你无爱虚伪，你拢咧骗我就对啦。走到哪飞咧？好啊，我即摆无爱转去啊！我要看你两个哦，是咧必须要答应就对啊。阿美，阿美，阿美，张小姐，请问你啊，拄则敢有看到一位姑娘入去客栈？公主啊，阮这是客栈呢，逐工出入的人家遐尔啊济，你安尼问，我实在毋知要回答你。啊，公主，你有要带无？好，无我永远就住咧遮。我嘛要住咧哎，丁真诶，遮。嘿，我毋是叫你等。你叫我等伊，啊，毋过我就能够出来啊。哎，点小丽，我要住遮。免讲，我帮你翁仔某吼穿一间上好的上房啦。嘿，你讲我哪歹听啊？我是还袂嫁人呢。歹势，安尼我帮你穿两间房间啦。好啊，为遮来。好，行。好，这间吼就是阮客栈内底上好的房间。上好的啊，上好我住就对啦，我住这间。你的房间隔壁。要无你先去，我念念讲。丁真诶，我想要出来外面行行咧。哎，是的。嘿，你要倒位啊？
敢讲咱今日来崇州要创啥物，你唔知啊？这我知影啦，是讲哦，自从你去到戏迷了后，我感觉讲世界上的代志，什么人哪想会到？虽然再度搁再看到戏迷，我的内心非常的激动。但毋过为着崇州百姓水灾这个安危的代志，更加搁较重要。此时此刻，我是以国事为重。那你讲这足好听的啦，但是哦，我是唔敢想啦。哎，为着你安那想，我无管你啦。我即马就是一定爱出去才会当办代志。对即马起，我甲你讲，你行你的路，我要来去办事。我想嘛，知影讲你是咧想啥物话？规定哦，你甲我提笔海角，我嘛要甲你来去就对啊，对定啊。最兄啊，到底是啥物代志？哪会遮侪人伫遮咧？这哦，这是余信通伊老爷的府邸啦。啊，伊老爷哦是阮遮的大仙人啦，对啦。讲起朝廷命官哦，是遭够气的啦。阮就要关心阮嘛。较早有伊老爷咧救济，若无吼，阮就要枵死偌济人啦。嘿，你讲这哪会对？我甲你讲咧，迄朝廷哦是有派人来赈灾呢，迄时间银两哦叫人抢走的，你知影无？啊，用抢咯。对啊。我正听恁提起朝廷有赈灾，这敢事实？这当然嘛是真的啊！然过崇州水灾遮尔侪工，灾民愈来愈多，也无看官府行动，莫非这是？这阮嘛是一路上哪行哪听人讲的，这位冤家是。吼，老夫叫做余信通，这是我的外甥啊，刘启良。在下四萧名名，啊，这位是我的表妹。人我的名叫做丁真。哈哈哈！看开两位哪个为行城来？若是无去嫌，会用暂时带老夫这个所在啊。多谢伊老爷你的好意，不过阮有伫客栈订房间啊。事实客栈嘛是我的产业，老夫是看公主恁两位气宇非凡，有心想要结交，请公主唔通弃嫌啦。伊老爷，听讲平日多行善事，而且佫提米者真济灾民，实在令人佩服。今日看我有气，我哪会甲讲有气焰之理？只是……嘿，唔免我指示啊，这叫做失食不失陪，你知影无？嗨，真好，我两个同意要住咧遮。安尼真好，真好，启良，马上招来这两贵宾入去内面泡茶，我随到位。是，小公主，丁姑娘，请。啊，工是工准爱工人，爱分小牵连。名声若好才有空，音乐才欢喜。我来去请伊老爷，请用茶。多谢。皇上，我是讲哦，崇州哦水灾遮尔大，奇怪，这个余老爷，你看家产阁遮尔啊大呢？我咧感觉讲哦，这个一定是真正足够做生意的生意人哦。也希望小公主哦，会当从这当作家己的厝内共款。对了，
甲问萧公主，萧公主这回来沧州是探亲，也是做生意。不瞒伊老爷，这次为了沧州的水灾，听讲百姓困苦，所以我才会赶紧赶来要看卖，会当去撞到伊老爷。你是一个大善人，实在英雄。善恶因果终有报，真是虚幻无奈何。红尘月俗惹风波，明慧才能解心锁。阮目睭抓一粒沙，伤心感觉较自然。你始终阮了解，已经打动阮心弦。你该选择我，酒后吐真言。感情世界有啥人证明？最后敢会变分烟？爱你这用心，不敢对你有欺骗。